shock 的，来到台北，因为我就一直讲英文，非常震惊的一个演出了，请大家期待。如果没有很震惊的话，我跟你讲，就是很平常。我们接下来，因为只有一个麦克风不好搭嘞，团长介绍一下啦，我们欢迎我们的团长啊！蓝星的团长兼贝斯手兼偶尔的吉他手兼买槟榔小弟，第一次在龙庄这边演出啊，还蛮惊讶，怎么会有这些？这么小声。好，我们下一首歌是。难得讲话要把握一下，这样我们的歌就唱完了，跟刚刚演出前不一样。好了，我们的团长要结婚了啦，给他拍手一下啦，完事了。这个时候没有再低调了，多点话题了，因为我们只有准备6首歌了。对了，我年底要结婚了。站这样。亮光处，亮光处，亮光处。我自己找那个东西。就是好，希望结婚新婚愉快。哇，打字。这是我们团长，你看他真的生性也是很大方啊，对，不好接话每个人。我们再一个介绍一下我们的那个好不好？全部让你介绍过了吗？还有吗？好，没了。欢迎一下来，这次来跟我们一起玩乐的，他本身不是我们乐团，但是听到我们需要一个非常厉害的合音手，他就两肋插刀，来到这里。对，脂肪。来，欢迎，请他用排湾族的话跟大家问好一下。好了，我叫做蒋浪，我隶属台东寿梨头对青菜过敏乐团，然后这次太快，听不懂你们的团名。再次，他们的团名很长。寿梨头对青菜过敏乐团，目前休团今2个人，不知道会不会复原。就是瘦皮猴对青菜过敏。我会想回去搜寻一下这个乐团，对。要我再总会什么瘦皮猴？对青菜锅。葡萄味道，瘦皮猴对青菜锅。我刚刚讲法语，我说你们团名啊。对，是本来很酸。大家讲不了，他很厉害，他很会画画，他都是靠这一招，有另外一半。但就不要让你讲话了，这样就勉强。应该是没有声音的。是我的乐器。没关系啦，那我们今天就表演一直拿着吉他，或者你要 solo 吗？行不行？喂，有，漂亮。再给我多一点。不是我，是我。这里。好。有一首歌，不是我们的歌，然后我们今天大概都很少唱我们的歌啦，就当除了第1首以外，还有第4、第6、第7、第9、11、14、15、18，对，是我们的歌，其他都不是。我们唱这首歌是一个好朋友兼学长，他叫老祷告，对。但是他身高没有189，就是152而已。他是我的学长兼好朋友这样。他做了一首歌很好听，然后就
在有一次我们聚会的场合喝一些很漂亮的饮料以后，我就把他这首歌记录下来，就在我们表演当中发展出来。结果没想到歌红了不红，对，我今天要去给他证明一下，老爸爸的不是蓝星乐团的。好，大家回去打一下卢凯的姑娘5个字，应该就是跟大家带来卢凯的姑娘这个。喜欢看见你背对白花，在无圈里飘，离开的不了，离开的不了。喜欢看见窗前半红，羞涩的模样，离开的不了，离开的不了，离开的不了。就是喜欢你，穿着传统的服装，传统的舞步，离开的模样。就是喜欢你，下次我谢谢舞台效果，那是主音啊，我来唱一下，他说都会唱之前。我